流量公敵吳寶琪，被小的那星在香港娛樂圈，很少有人能像吳寶琪這樣，只要名字一出現在新聞標題，就能瞬間引爆網民的集體熱情。這份熱情，並非追捧與讚美，而是鋪天蓋地的咒罵、聲討和留言攻擊。它仿佛是香港網民集體情緒的一個出口，一個流量公敵。然而，諷刺的是，正是這種幾乎病態的關注和負面流量，將他推到了聚光燈下，令到佢仍然死而不僵，時時都有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的可能性。吳寶琪就是那種不是明星的明星，一個流量怪物，一個在唾罵聲中確立了存在感的特殊案例。他不僅顛覆了我們對明星的傳統認知，更深刻揭示了香港娛樂圈獨特的生態與大眾文化心理。接下來，我們將由這個負面流量王輿論把心深入探討由明星到反明星現象的香港特色。其實，八兩金吳寶琪同姜 B 同 Mirror 一樣，都係 ViuTV 製造出來的怪物明星。ViuTV 的話題偶像與網紅式明星，香港反明星現象與其文化機理。香港娛樂圈近年來呈現一股由 ViuTV 掀起的獨特浪潮。過去，明星是受尊崇仰望的對象，他們憑藉過人的才華、精湛的技藝或出眾的外貌，經過長期的培訓與磨練，才能在舞台上熠熠生輝，成為大眾心目中的榜樣。然而，在 ViuTV 的造星操作下，所謂的明星概念產生了質變，他們更像是話題偶像或網紅式明星，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明星。ViuTV 的造星革命，從傳統明星到話題偶像。ViuTV 的造星模式，與傳統的明星打造模式大相徑庭。傳統模式通常強調藝人必須具備過人的才華、出眾的外貌或經過長期的專業培訓。然而，ViuTV 卻透過真人秀或綜藝節目，讓普通人或邊緣藝人瞬間躍入大眾視野。這種模式在香港尤其突出，因為本地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媒體環境高度集中，任何一個新面孔都能迅速成為全城熱議的焦點。一旦成為焦點，任何阿貓阿狗都能僭奪成為一個所謂的明星或偶像。這種話題偶像的核心在於話題性而非實力。ViuTV 的節目，例如全民造星或調教你 MIRRO， 並非單純地挖掘才華，而是巧妙地利用爭議、誇張或情感渲染來製造觀眾的討論熱度。在香港這個膚淺、急速、文化淺薄得過渴的城市，觀眾對即時娛樂的渴求，促使這種模式蔚然成風。任何人擺上台就可以是明星，任何人多人講就是偶像，這就是香港人的悲劇。然而，這也引發了一連串的質疑。當明星不再需要實質內涵，而是淪為話題機器時，香港娛樂圈的價值觀是否正在崩解？吳寶琪堪稱 ViuTV 強行打造、無恥包庇、夾硬擺上台面但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經典案例。佢去到而家變成過街老鼠一樣，其實已經係經歷了比溜馬車更長的溜馬車一再重複的溜馬車循環，扮跑步、扮上進或扮巨星，即使到今日 ViuTV 都依然隨時會再擺佢出來。香港娛樂圈素來便是一台精密的造星機器，然而當這套機制在追求話題和流量的驅動下，將那些名不副實、德不配位的半成品強行擺上台面，一場從明星到反明星的質變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些被推上神壇的人物，或許能在粉絲的濾鏡下被落力吹捧，但在廣大圈外人眼中，卻顯得虛假而刺眼。他們缺乏普羅大眾的共感，難以建立起作為公眾人物應有的公共合法性。當娛樂圈試圖強行把豬吹上天，
其結果往往不是非常，而是廣泛而毫不留情的恥笑。這種反噬，恰恰是香港觀眾對虛假浮誇的本能抵觸，也是這座城市對娛樂圈皇帝新衣飾的集體照妖。